各位朋友，我出院啦！大家好啊，我係老潘啊！最近好多朋友問我身體係咪出咗啲狀況，特別之暖心，而家特別感動。喺呢度，我同大家報個平安先嚇，我係真係冇嘢㗎嚇。我呢幾日喺醫院咧，其實我係做1年1度嘅全身檢查啫。你哋唔信咧，你可以問問阿表姐啊。係啊，我老豆啊，每年都會嚟。同自己嘅身體做個大檢查嘅。就係最近咧，亦都係見咗好多朋友講係咪帶咗朱砂，或者係飲到陳皮水有出問題啊講。今日我想同大家澄清一下，我飲陳皮水飲幾廿年，我仲要感謝佢先啊！以前我嘅身體咧小毛病不斷嘅，自從我養成咗飲陳皮水嘅習慣咧，體質都改善咗唔少。如果係冇呢樣嘢行嘅調理，我講唔定你個我3頭2日我已經跑入醫院啦。當然啦，朱砂咧係主要係我個人喜好，不過養生呢一樣嘢咧係因人而異嘅啫，適合自己先至係最好。你信我就同我請。唔信我，你就係冇限關注我啦。知道大家都掛念我，我心入邊係暖鬱鬱嘅嚇。正係你哋嘅關心，我先正將健康放喺心上嘅。健康呢件事係真係唔可以等嘅，就好似我哋嘅生活要提前規劃，定期檢查。借助呢個機會，亦都係想同大家講翻佢嗱，平時最忙都好，記得嚇仲要關心自己，關心你自己家人嘅健康狀況。最初感謝大家嘅牽掛嚇，祝各位朋友都可以平平安安，家庭幸福。嗱，我哋到時直播間見啦嚇，嚟即刻。